撒迦利亞書第10章。當春雨的時候，你們要向發閃電的耶和華求雨，他必為眾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園生長菜蔬。因為家臣所言的是虛空，卜士所見的是虛假，造夢者所說的是假夢。他們白白地安慰人，所以眾人如羊流離，因無牧人就受苦。我的怒氣向牧人發作，我必懲罰公山羊，因我萬軍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羊群，就是猶大家，必使他們如駿馬在陣上，房角石、釘子、爭戰的弓和一切掌權的都從他而出。他們必如勇士在陣上，將仇敵踐踏在街上的泥土中。他們必爭戰，因為耶和華與他們同在。騎馬的也必羞愧。我要堅固猶大家，拯救約瑟家，要領他們歸回。我要憐恤他們，他們必像未曾氣絕的一樣。都因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，我必應允他們的禱告。以法蓮人必如勇士，他們心中暢快如同喝酒。他們的兒女必看見而快活，他們的心必因耶和華喜樂。我要發嘶聲聚集他們，因我已經救贖他們。他們的人數必加增，如從前加增一樣。我雖然散布他們在列國中，他們必在遠方紀念我。他們與兒女都必存活，捨得歸回。我必再領他們出埃及地，招聚他們出亞述，領他們到基列和利巴嫩。這地尚且不夠他們居住。耶和華必經過苦海，擊打海浪，使尼羅河的深處都枯乾。亞述的驕傲必致卑微，埃及的權柄必然滅沒。我必使他們倚靠我，得以堅固，一舉一動必奉我的名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